伏牛迎新，三江大地春潮澎湃。一元复始，藏东儿女感恩奋进。万象更新，祖国风光无限美好。这些羊肉肉咖啡用了拍，葬送撒给了节假半毛钱。这个冬天伸手热不些，半下半中别忘练了学。日龙马驴南巴塞比金，来听米节儿最先大拿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成都市2021年春节藏历新年电视综艺晚会的演出现场。贵姓这位无吹南巴党，公众南巴。你认为是么两个？的那呢，看到中秋节，人动业业率，几色对应大，半落色节，年轻小队的在庆祝节，吃顿下雨的。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向全市各族人民、向驻昌、原昌部队、向武警官兵、向政法干警、向消防救援指战员拜年了。老人怕了这些，老实的出了所谓惨的了。俺从中秋用节没得看个么么哒，吃顿吃肉崩的，炸起年度白马，形成那些年度吧。每日入学节过太把点了，老实节这些真正的小玩意。我们向为昌都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向所有关心支持昌都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向对口原昌省市中央企业的兄弟姐妹们拜年了。俺最抢到立业文件，建于学别党员建设党、列级的建设、老团建设节党，抢对偏开了三股党要叫南天接受列的他的民呢。卡的若叫前天新前堂重开，中央开来这个普通明星厂牌，落萨啦这是得来学个音。我们向此刻仍坚守在工作岗位、奋战在一线的同志们，致以新年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祝愿大家新年好。俺去参加的团队，俺以来年顶送的，退休党不同比退休一比，老团难啦，老啥就面对的，拉上苏米就参加许军营，连接老啥加西的嘞。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了人间大爱。用众志成城、坚韧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年度热血路呢，是当地的满意比落下来。老不多兄弟都是老菜人的当卡点个，俺去慢慢拉那边把打，才说拉那边的没有这在话什么的，全部都需要了。忙生经济大，老店准备节，人民国就是的老主家，你俺拉不起的节约。2020年是民生改善、圆梦小康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下，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你东改变26年，忙出历史动画堂，就正给普顿主编落系列。落团习近平给首先党委，党中央给全面多点给国职务，将党委给他们国职务，按照委员高级给列团卡，扩大主编就正基础国国内组织力主切吧，落于人心给中者拉不起头把堂，委员高级啦，讨取人心给改革头于。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00年征程波澜壮阔，100年初心历久弥坚。站在2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相信在昌都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团结带领下，昌都必将更昌荣，昌都必定更昌盛。印度也一路呢，中国共产党为你呢落家口落地里啦。对了，有一定党呢，落我短就口味落地下的。落我家茶给江雪来不起，落我家茶给就是没碰断。落家人家落军这场所，协助人路对来经济解开，各国人组织起比，江雪就啷不撒把对着月，江雪就啷不人那样，比比学那来你的。看对个塞比过去请卡给团结我，看到我里等你的啦，看到我里。敬的胸怀千秋伟业，恰是100年风华。老七桥下生意电视营，落叶北部连一国门营。唯愿山河锦绣，唯愿国泰民安。只落我将这些都不学，解开这些帮那地我学。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藏东山河齐欢腾，三江儿女共颂祝。不晓得啥样了，这些家养春下了，张宋就不错，搞得也巴拉罗罗。说不难吧？对的当参的了，俺就各位老人行，西边多成。藏东儿女永远
家下竹林之家兄。我把下竹出不离之家乡。不就下去了？
ra chasi sa cha pewa ya ni khorsare jere ye che chopo so chando ye la pe eta nindo nera temba ka chando ya chamya ka chando ya chamya歌如潮，花如海，红红火火过大年。今年的春节和藏历新年是同一天，此时此刻，雪域高原和祖国内地一样，家家欢声笑语，户户张灯结彩。那么年冬中呢，这些巴拉周围这些对上的了，俺去当个家境依然这些，当个是去当不年数牛。
是啊，近年来，特别是过去的2020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昌都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让我们的群众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他呢？中央给小用呢，让这些做准特别的设备，来听见他举的想法起来。小这个社区大家对跟没说没特别，很多为啥个叫忙做忙不些，忙起这个单位推过张华党，团结就叫单位拼送出吧，并且将对让单位那边啥个都一步推呢。生产没把年大，给人说我就想要，对的，种族那个扎起比端上样，健忙呢，健忙人个。阿子伯母，可怎么有多？阿哥，阿哥敲门了，想办事噶？阿子伯母，敲俺门怎么哈古新哥哥？哈哥，阿哥敲飞不拿了，大把你把都没得噶？是，我大把送把都没得伊，买了用错啥？啊，用错。好，大的，用错，敲那就得过，你把那驴子去子。有。你送我这叫什么？用错，我卡切说，等会什么？等会是看。小个的那位，小个的那个啦，给你个小个我十几郎多啊，他很热的，我是年尾创始的，给不得哎，给不起啥的。西蒙这么个，他对西说，还有没有就买这个？我是啦，给去先看了，回来给吧你去。给啦，都我那儿的，你妈的是的，怕的那多，出的那什么事嘛的？对，打手对的，怕的那心呐，出的那没多，修给你了，他都还有没得看的呀？给啦，这个，他看上去对不看到钱的，我是来接的个，老爹生啊。这个啦，他多现在很多对不看到嘛，真的还不找到去嘛？对，给啦对的。看吧，啥吧，压他去。啷个压他去？经过拿着大个前面的面看，压他去。不过老早全是压他去。是那你学个别是人你看压他去给了。但我那深圳没你的给人说球的话给了。你给了就给做就得掉。两不愁三保障。大人。我记着去不是？对的，我让去看谁收不到几钱吧？我的这不听说，你要去上班，你要有错。给了，还知道啊？有，念丢。我这，看到你我老米正常了下。他正常做的，你确定的？正常做的。正常是哪这么大？正常是对什么？说不出去唱了，当别吓死我的。大姨那杨木的天，我到这里给了。我们没办法做呢，吃什么？多学正。咋的听到？这南大民族，对大舅，你妈可是得日干得过的吧？对。他们得三三百的吧？对。对的，给你个小给我们拦截，绿色都是要我10斤这个的话，钱子说不压起么大？有，我天天都是我的大，有。拉萨这个，拉萨这个意思。给了啊，你开始的吧，就是什么的？来没来了呗？阿哥想吧，我真住这个。这用错，绿色的这几面了。请侬来干这些嘢。有。吃了。要么。就想吧。这呢，他录个这的。他录下去了给了，录全部的。我这录10几全部嘛大。钱呢，他那叫他没记住过是吧？这给了就是来的话，跟俺去那么建一个么呢？就是还够了。记的。钱呐，叫他kimza穷呐，生活的贵。kimza kimza。这给了，俺种村呢用这大话俺清楚，对的，种村的15个人个。对。等俺kimza的就把这给了。对。
我这马的，你是那，啊，自己打开这了过来，你是那叫啥了呀？阿姐去穷的生活都个20个月。那么哦，大概啦，估计我个穷的那么个哪个没吧？给你生啊大个的。是听见老爷要马大，对他叫啥？属结果呢属结多，那么过呢那么多，标准的看把汉子人下，听见那么马大吧？考把要的是吧？啊，对，给了，属结呢搞这个的，那么呢这个的啊，我们穷的我。啊，你这的那么个哪个没吧？啊，对，给了，呀，老张，给了你求助。我是怕俺那么也不就这样子你是。这干啥干了进不的？这龙巴叫这些那么可啥样嘛喽？老爸子，我是扎干种族。这扎干种族居于。我是把扎干种族了亲戚那么天嘛送，龙哥送了如果。听我说嘛，俺们看钱不的？这男叫这些可是那个那么可的要嘛喽？靠！给了，我们逻辑性的巧克力要嘛喽？是。见过，但你可能要嘛的给了。我这大年度。这给了过去，但这我们这多个。我那大年度得晓得。对的，我让这年比长嘴呢，阿西要过几个，俺是那叫啥了呀？生小插下。我妈也，等到俺叫啥每天都给给起吃了起大啥。已经把你弄的，这我那一切。是的。就得鼓的啊，慢着啊，你给当个亲姑，得啊。这给了。他给了做这的，弄的你就嘛了哇，俺了大年度，给我四个大个啊，米拉嘛的哇，这米拉的嘛。阿哥想吧。用错。给那个组织的用作抽烟了。阿姨。我妈姨。大姨的也没热天，用作。阿哥。打我擦的血的，我打的用作，俺那就得。阿哥瞧得。有。阿哥想吧。大概你老去就嘛的。给家不可都写那干的。有。俺阿哥瞧了干的，阿哥瞧俺才干的干。打得的呀，打得。阿哥，给家不可都写的。他给家吃些个的用作。阿哥瞧俺才干小啥么个？这用错，马里，我没去啊，晚上等着我。对，阿哥从俺给家知道，我从来连接球。他对啊，给家吃着辛苦过。对啊。阿哥从俺那马不的，龙巴干哪的？这俺龙巴呢，脚步脚的，龙巴呢，头都最下头的脚的，我这都用错，他那日记来的个。日这个节路。是这个节路了，肉种错子节的。肉种错俺过牛鱼，没得个做呢，新开巴拉锅么说嘛啥，甚至呢刚开始节目说嘛啥，当我吃着节的，出个空把从嘛看着啥，是啦。是，我打的，用错，超龙巴给你的。俺龙巴俺龙巴叫不的。阿哥，那吃晓得。不拿炸起来的噶，有，炸这个节了，他人不见着呢，炸干种错就这样的。炸干种错了，阿哥多久怎么叫的？有的。阿哥多久了，父母用错怎么叫的？阿哥多久父母用错怎么的？阿姨。抽烟哦。咔，打的你头就是啊！这个阿哥，老忙不个过了，阿哥这些怎么的？瞧喏，那么天马送，龙哥送了的。天马忙不，俺吃农药都要嘛。对，瞧喏，我没了，通州这边也学过。通州那么农药我们生意，阿哥从我去啦。等阿爸的。阿哥从个阿爸阿哥俺你连着也是的。连着俺没了通州新年等着，干部们。他通州现在这个的，
就给龙巴就不这么样啥，你怕嘛呀应该懂哟嘛哇。是，龙巴就不赢，瑞巴就不明，哥，我来通就没赢。阿哥，做嘛咯？我得都生了真呢，我给龙巴就不等着的，当龙巴就不没这钱呢，从前这些个的真凶。是，就那就不赢，没这个通就行了哦，可个嘛的。他等着子对没退也干没？没。当这知道。没。切，我妈这通就赢还多，打得让你怕通就行了。就想吧。我自己听了。但肯定有你看见不？啊，自己听了，那你远么多，远么多。没有呀，公仔看的。我妈我这拿了通就是你的理想。看的通就，你妈看到娘的我心的面吧。啊，自己听了，那最多，听了。你说通就没了，我只把这个种做了亲戚。啊，这老牛鱼，让把那个这个种做了，那么听说老爱情不是一年都要嘛是的吧？啊。啊你。这有都成了这个。看的，得用错这下哎。刚开给了啊，大气得看到你连着一边打的。是给了，搞的连着啊！俺们了通就行，你在那搞不没？啊，这叫你妈搞不的，但一年就要让你让通就见面吧。是给了，感谢俺你抢死见面了。啊你，今晚我跟俺通就有的。就女的通就行嘛的，对的，你妈看到你我了搞不的。但一年，他得肯定你我了的，我是年表重数，代表着代错给我的吧？所以说让同学写掉嘛的，唱我了记不记个人？妈现在几把热去了？人，我嘛龙把脚不的。人，你嘛搞不的。但是我比项目参马了，比差了的。比差不的。几把几差的。记不记个人？啊，这就，他们要我听着，谈的天下起没呢，气差要嘛大。啊，这个啦，他都对啊。那什么还都要的，说。老叔，用错，用错。大爷那真送啊！连着一遍谜题，南看他娘借用是呀的，我连大个这多啊！我是老大的看把车的，我是年比重水的呢，这下面那个听着全都要的，我这人去露面的话，对。那个成了差不多10几亿，主管打。山下发芽，情人啊，可以坐下来歇歇吗？握住的手，我怎么就舍不得放下？你看那花田新摘美如画，黄红的日子披上了彩霞。啊咿耶啊咿呀咿呀咿耶，总书记呀来到了藏家，绿水青山举起了哈达，藏
发芽。情人啊，可以坐下来歇歇吗？握住的手，我怎么就舍不得放下？你看那花田新摘美如画，黄红的日子披上了彩霞。啊咿耶啊咿呀咿呀咿耶，松树季啊来到了藏家，万水千山是你的牵挂。看那阳光路上迈开了步伐。啊咿耶啊咿呀咿呀咿耶，松树季啊来到了藏家，藏乡温暖是你的牵挂。听那小康的歌声传遍了天涯，听那小康的歌声传遍了天涯。
欢腾的舞步跳出了藏东儿女奔赴小康的喜悦，动听的歌声唱出了藏东儿女对党的无限感恩之情，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针对吉林为主嘛，只主党给动主给给撒接头，北日党、隔日、回日、正日、北日、苏日所，每日送出所处错行内行月。当给活动筹备是会我，每日卡给密码男偏最进了今日的推木头，这都点别做300教数越过从年，每日端这个面到张送给30港3些月。是啊，咱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基。只有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才能维护昌都和谐稳定，实现昌都繁荣进步。日啦，说过难吧？俺从中华每日给金仓切不入，每日团结呢，每日卡给密码给素质大不一啦，基础偏给当要团用为忙都大不样意。每个结构松用堂，每日团结啦兄弟加个人呐，差不多10年是团点领堂，他给空别用途。山有天，各族兄弟心相连，齐声高唱幸福的歌，民族情谊世代传。
partubi moda shuya
햇살准备雨季天上来햇살 담글 실수가 촉해 잠린温度 작별인 준비 뱀발신도 질린 감아져 에마 중계 작별 유티네 못 살린 준비 유디 라프 중계 당구 도이 우샤 나 이제 왜 두테라 루 안에 달래진 향기는 양양 나와 달랑들 루아라 달라래 달라모래 루아라 달라래温度 작별인 햇살 링중년 든 배변발은 햇살准备雨季天上来햇살 담글 실수가 촉해 달린温度 작별인 준비 뱀발신도 질린 감아져 오에마 중계 작별 유티네 못 살린 준비 유디라 중계 당구 도이 우샤 나 이제 왜 두테라 루 안에 달래진 향기네 나이 나와 랑랑들 중계 당구 도이 우샤 나 이제 왜 두테라 루 안에 달래진 향기네 나이 나와 랑랑들 나이 나와 랑랑들 기라 오창도 높이 사자日龙四기 pom부 중의기 판즈 long ami bằng ô thar da mi to trong sông lo trong số na chi chi ye lo la ji ye lo la ji ha chu在春龙处深情的烛火，一往中被洒家，哦那一把耶，我洒家里。总是那
勤劳的人们在这里生息，千百年的风霜会去更令人神往。成都，熟悉的成都，陌生的成都。当我默默地注视你，告诉我为何你如此迷人，那就是无限爱恋。熟悉的昌都，陌生的昌都。当我默默注视你，告诉我为何你如此迷人，那就是无限爱恋。就像歌曲所唱，这几年昌都的发展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是呀，相对北京的中切大，中世纪南版诸多天不雄为托年，才办马些。协助优秀国球最大，我们就希望向前途的雄为托年家超越了。我们忙出去吞南大、西南、连南托尼家安全吧的。没错，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工作在昌都的人，参与和见证新昌都的发展变化，我们倍感荣幸。作为一名新昌都的建设者，我们深感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第二赛比你远这么去算呢？北海聚焦不抽出，坡山顶部依赖养呢，高位努力些，西比主车引起。
下，诉说着藏东传奇的变迁。三枪长啸，神奇的阿拉卡拉，彩绣舞动五彩的今天。大地传来深深祝福，激昂的三江亘古的绵延，走在难以忘怀的茶马街，咏唱扛把儿女的豪迈。春风吹遍乡村田野，日月羁绊多情的热度，春风传送永远的强动。吹遍乡村田野，日月羁绊多情的热度，春风传送永远的强动。大地传来深深祝福，激昂的三江亘古的绵延，走在难以忘怀的茶马街，咏唱扛把儿女的豪迈。春风吹遍乡村田野，日月羁绊多情的热度，春风传送永远的强动。共同走过春夏秋冬，永远赞美心中的长路。春风传送永远的强动。春风传送永远的强动。一元复始，伏牛迎新报春来。万象更新，紫气满堂迎瑞至。此时此刻，华灯初上，万家团圆。这是阳气绕完了，这是两个点几句。这是哪家我家嘞？这是几家八元素？这是阳前追木呢，这是得来拼送错。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断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胸怀2个大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以赴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继昌都必将更昌荣，昌都必定更昌盛的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献礼。俺最龙头习近平给首先单位党中央的堂口都推着单身西巴党，习近平个对了这边中国全球家西周的路家公巴，老多都写就了军中西巴党。云前面吧，都显示胸前的动画堂，东子是电子动画，宋九人土把前前的，全用节目人一拉电棍枪。佩吉着对唱沙巴一抽巴达，佩吉着对黑沙巴拉德。佩吉着南巴沙巴对你，女校员个电领导，佩吉女语，他唱多天动画一集，短天一拉当真心的，罗亚新决一笔，我也不抽特把习惯。俺最讲到俺来当一当，讲到俺来建立家不用准备多呢。中国共产党5年内落家国党，为了因为郑州党呢，龙我对着国了，历史不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1年昌都市春节藏历新年电视综艺晚会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3点半重播那吧，根据国家全年移动界面20张记录，强度从1天减少推荐堂，配落在天年纪长距离在前座，场地立不堂就这了年送。此时此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此时此刻，祝愿昌都的明天更加美好。此时此刻，祝愿昌都各族人民新年快乐！参点让人来听米节，地位在济公配的有位满地学主音。参得了，俺最参顿中着了，俺连这都点不了有位，这是满地学主音。参点，俺就强对米里卡的密码拿了，罗萨提这是满地书。听见，罗萨这是的嘞。万怀的茶马街，咏唱扛把儿女的豪迈，春风吹遍乡村田野，日月羁绊多情的日土，春风传颂永远的强度，春风吹遍乡